台灣高鐵宣布要開215000萬架車站內面的櫃台到櫃台門，早起佇新竹站舉辦這祈福儀式。這高鐵也表示，國內第一階段先到這新竹，還有邦橋，按算今年第4季會當使用。其他車站也會續落去做。那南港左營站呢，是2018年頭一季完工，時到這高鐵的櫃台呢，攏有櫃台門啊。今年1月，高鐵台南站發生旅客落地鐵軌路或者車龍事故，引起外界對高鐵月台安全設施的關心。為確保旅客安全，甲行險運量增加大台單車進條，高鐵宣布除了已經裝月台門的台北站，其他車站也增加月台門，比較安全，因為防範掉下去啊，多一層保護，或是有些人是想跳下去可以預防。現在覺得好像沒什麼，可是意外發生的時候，你就覺得那東西是很重要的。而且高鐵又這麼快。高鐵公司表示，新月台門用半圓透明式設計，寬度120公分，應承受17級準風格列車高速進出站引起的空氣壓力，總經費大約20.5億。為2005年經過真濟擺測試改善了後，預備正式動工。第一階段先設在新竹站甲邦橋站，有今年第4季應完工啟用，其他車站也陸續完成。南港站甲左營站會在2018年第1季完工。因為他有的車站沒有月台門，他們是用他們的站務人員去做這個現場的巡檢監督。在過渡的時期裡面呢，他們的巡檢跟這個保障乘客的安全的密度呢，必須要再去加強。高鐵公司強調，月台門是高鐵2.0正重要的一部分，毋但應提高旅客單車時陣的人身安全，優化單車的秩序，也公布通知，物件落地鐵軌路進一步保障行人的安全。配合全線月台門動工，台北站原來月台門也已經完成改裝，甲其他車站同款用加跨型的門，因應日後新世代列車 N700ST 甲即賣700T 列車同時運轉的需求。記者綜合報道。